大家好，今日呢一節，我哋會繼續探討核數師獨立性。呢段短片會概述香港會計師公會道德守則第410節下與費用相關嘅核數師獨立性要求。第410節列出咗具體要求同應用指引，協助會計師事務所運用概念框架去識別、評估同處理因審計客戶支付費用與會計師事務所而產生對獨立性嘅不利因素。當審計客戶支付費用與會計師事務所時，會產生自身利益嘅不利因素，亦有可能產生威嚇嘅不利因素。喺評估呢啲不利因素時，會計師事務所應考慮相關情況，並評估每項可能提高或降低威脅程度嘅因素。例如，非審計服務費用相對審計費用嘅比例過高，可能令人擔心失去審計業務或者其他服務委聘，從而增加自身利益嘅不利因素。不利因素可以透過保障措施嚟處理。例如，對於非審計服務費用比例過大嘅情況，可以安排一位冇參與有關工作嘅適當覆核人員去覆核相關審計工作。另一個常見例子係費用依賴。如果一間會計師事務所過度依賴單一客戶，可能會產生對獨立性嘅不利因素。其中一項可行嘅保障措施就係擴闊客戶基礎，以減低對個別客戶嘅依賴。守則亦就公共利益實體同非公共利益實體客戶嘅費用依賴情況列出具體要求。對於非公共利益實體，如果來自同一審計客戶嘅費用連續5年每年都超過事務所總費用嘅 30%， 就必須安排事務所以外嘅專業會計師進行發出報告前或者發出報告後覆核審計工作。對於公共利益實體，相關比例門檻為 15%， 規定更為嚴格。如連續2年超過該門檻，需採取保障措施。如費用依賴情況持續達5個連續年度，事務所就必須停止擔任其核數師。守則亦要求就公共利益實體嘅費用資料保持透明度。一般而言，事務所應向治理層溝通審計及非審計費用，任何對獨立性構成嘅威脅是否處於可接受水平，以及已採取嘅保障措施。另外，有關費用資料亦需要向公眾披露。一般而言，呢類公眾披露要求由客戶根據公司條例履行。而家我哋睇下一條摘錄自國際會計師職業道德準則理事會職員刊物嘅問答。問題係，當費用依賴超出門檻時，除咗發出報告前或者發出報告後覆核審計工作之外，仲有冇其他保障措施呢？答案係冇，只有由事務所以外嘅覆核人員進行發出報告前或者發出報告後嘅覆核，先有可能將有關不利因素降低至可接受水平。如果做唔到，事務所就必須停止擔任該客戶嘅核數師。咁邊一類人士先符合資格進行呢類審計工作嘅覆核呢？守則指出，該覆核人員須為適當的覆核人員，即具備足夠權限、知識、技能及經驗，並且能夠客觀地覆核相關工作嘅人士。國際會計師職業道德準則理事會職員刊物亦就如何計算非審計服務費用與審計費用嘅比例提供指引。事務所應考慮喺須維持獨立性嘅期間內，就非審計服務所報價、已計費或實際已支付嘅所有費用。該期間涵蓋業務約定期間以及財務報表所涵蓋嘅期間。喺近期查冊中，監管機構喺呢個範疇主要有幾項發現。例如，有個別事務所喺來自公共利益實體客戶嘅審計費用連續超過規定門檻時，未有識別相關不利因素，向審核委員會作出披露，或者評估適當保障措施。監管機構提醒事務所必須識別同評估對獨立性嘅不利因素，喺需要時採取適當保障措施，並加強相關政策同程序以減低風險。總結嚟講，要符合第410節嘅要求，就需要持續運用概念框架去識別、評估同處理任何對獨立性嘅不利因素。事務所應該喺呢方面維持清晰嘅政策同程序。多謝大家嘅收看。